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岑日飛。唔知大家平時搭地鐵經過中環站嗰陣，有冇留意過一幅淡樣嘅畫面？身邊啲後生仔女打工仔一個二個行路好似趕時間趕到顛達，八達通喺報閘機嗶嗶嗶聲響個不停，但係喺嗰條長到好似冇盡頭嘅扶手電梯前面，偏偏就有位長者企咗喺度，望住滾動緊嘅梯級，隻腳好似想踩落去，但又遲疑咗一下，顯得同呢個大都市格格不入。喺香港呢個寸金尺土、節奏快到令人窒息嘅地方，年輕人每日忙緊狠食，忙緊 OT， 但我哋呢班行入老年嘅同路人，心裏面又會諗緊乜嘢呢？好多人都以為一個人老咗必定係因為身體機能先退化，但我走過咁多年人生路，睇到嘅真相往往啱啱相反。真正令我哋由內到外靜悄悄但崩潰嘅，唔係白髮或者皺紋，而是心境上嘅一種退卻心理。當你突然間 feel 到自己好似變咗做呢個城市嘅邊緣人，跟唔上潮流，甚至覺得自己係一個無用嘅包袱，嗰種自卑同無力感先至係最傷人嘅毒藥。古人話知天命，到咗我哋呢個年紀，理應活得通透，隨遇而安，追求一種好超嘅生活狀態。但係現實生活入面有一啲好微細，睇落去微不足道嘅變化，actually 正喺度偷偷地向我哋傳遞緊一啲好危險嘅信號，偏偏好多朋友仔都完完全全察覺唔到。譬如話以前朝早起身個人精神奕奕，依家一擘大眼只覺得成個人沉重到好似灌咗鉛膽，連落床都覺得吃力。當你行入公屋嗰間有少少潮濕嘅洗手間，望住地下濕滑嘅瓷磚，心入面竟然會湧起一陣莫名嘅恐懼，擔心自己萬一不小心跣倒跌親會點算好。又或者獨自一人坐喺客廳，突然間聽到屋企部智能電話響起，個人即刻精神一振，以為係仔女打嚟問候或者約去飲茶，點知撳開一睇，原來又係啲推銷借錢嘅垃圾廣告電話 spam call。 再 check 下個 WhatsApp 嗰度，同仔女嘅對話框依然係冷清清，佢哋上一條信息仲停留喺幾日之前，只係得張敷衍嘅長輩圖或者貼圖。嗰一刻內心嗰種空落落被人遺忘嘅滋味，真係唔知可以點樣同人講。呢啲睇落好似芝麻綠豆嘅小事， actually 正喺度一步一步淡，悄悄改變緊我哋晚年嘅命運方向。到咗75歲之後，人生嘅下半場先至真正拉開序幕。如果我哋想舒舒服服有尊嚴淡喺自己屋企安享晚年，唔使凡事仰人鼻息，依賴人哋嘅照顧，從而達到福慧雙修嘅境界，我哋就必須要從生活嘅細節習慣去自救。今日我想同各位朋友傾下5個最關鍵嘅生活習慣。呢5個習慣一啲都唔複雜，但只要你肯由依家開始做起，佢哋就會成為你守護生命、守護銀紙，更加係守護個人最高尊嚴嘅防禦盾牌。各位同路人，活得優雅同有體面，先至係我哋人生的終極追求。但就等我哋一齊靜下心神，好好探討呢個關乎你我命運嘅話題啦。踏入人生下半場，我哋成日講要活得有骨氣，其實喺我哋老人家的世界入面，呢個骨氣最直接嘅體現就係一個穩字同埋一個寬字。講得具體少少，
就係身要處得穩，心要自在得歡。第一樣嘢，我好想同各位朋友切切實實淡傾下我哋對腳。廣東人有句老話叫做一跌定江山。以前後生嗰陣聽呢句話，總覺得係誇大其詞，跌親咪起反身落，有乜大不了？點知去到75歲之後，呢個跌字簡直就係人生入面最恐怖嘅一個機關。喺我哋呢個年紀，喺洗手間入面一個唔小心跣到，嗰個絕對唔單止係一塊淤青或者一條骨裂咁簡單，佢分分鐘係一張奪走你餘生所有自由嘅終身監禁判決書。大家試下想象下，尋日你仲可以高高興興、舒舒服服淡行，落樓下去茶餐廳飲杯凍檸茶，或者去酒樓口班老友記食一盅兩件。點知今日就因為貪快或者腳軟跌咗一鑊，轉頭就要瞓喺醫院張病床上面，連條腰都喐唔到。由嗰日開始，你想起身飲啖水，想去洗手間洗個面，甚至連食飯擰把匙羹都必須要向人哋伸出對手，慢慢等其他人嚟幫你。嗰種由萬事不求人變成事事求人嘅心理打擊，先至係最折磨人嘅地方。喺香港生活，我睇過太多長者朋友，骨子裏都有種好頑固嘅死要面子同埋驚麻煩到人嘅心態。明明感覺到自己個膝頭哥依家行路嗰陣有少少酸軟，上落樓梯開始有啲力不從心，或者朝早落床嗰一刻隻腳浮浮下，但內心總係默默忍住，唔肯同仔女講。點解呢？因為心痛仔女返工辛苦，驚同佢哋講咗之後，佢哋要一邊趕緊食，一邊仲要花心思，花大筆銀紙帶自己去睇醫生。更驚嘅係仔女可能要特登請假嚟照顧自己，萬一影響到工作，被公司老細炒魷魚點算好？於是乎，好多同路人就選擇咗盲目淡，咬緊牙關去死頂，總係同自己講頂得順嘅，冇事嘅。各位朋友，呢種唔理身體警告嘅盲目忍耐，喺我哋呢個年紀，其實等同於慢性自殺。淡既然係淡，我哋又何必每日喺度講埋啲高深嘅大道理呢？最緊要嘅反而是做一啲切實可行嘅日常行動。香港嘅屋企通常空間比較狹窄，未必擺得到啲乜嘢大型嘅健身器材，但其實只要利用好客廳入面一張穩穩當當嘅舊木椅，就已經可以幫到大忙。我哋每日可以抽少少時間，扶住椅背練習好慢，好穩啖企起身，然後再慢慢坐落去，用淡嘅方式去鍛煉大腿同核心嘅力量。出門行路買賣嗰陣，要時刻提醒自己步步為營，唔好求快，每一步都要踩得踏踏實實。仲有一點好緊要嘅，如果發覺自己平衡力真係差咗，就大方淡接受，攞支拐杖幫手行路。用拐杖一啲都唔樣衰，依靠拐杖行出門口，自由自在淡過自己嘅生活，比起因為死撐而跌倒瞓喺床上面，更加有體面，更加有自尊。大家話係咪？另外一件事，我想同大家傾下點樣打破內心嗰個心靈木偶嘅枷鎖。到了我哋呢個年紀，最緊要嘅係要明白，真正擊垮一個老人嘅，往往唔係物質上嘅貧乏，而是對仔女過度嘅情感依賴。好多老友記依家住喺公屋或者舊樓入面，雖然隔壁鄰居部電視機開得好大聲，出面一條街人來人往，好熱鬧，
但係一關上自己屋企道大門，面對冷冰冰嘅四面牆，內心嗰種寒意就會不由自主淡湧上嚟。唔少同路人都犯咗同一個錯誤，就係不自覺淡將自己變成咗一尊望仔石，每日由朝到晚坐喺度，乜嘢心思都冇晒，只係一心一意守住部電話，或者一直望住大門口，渴望仔女、新抱或者孫仔會突然間打電話嚟，又或者親自上門嚟探望自己，拯救自己嗰種沉悶同寂寞。但係各位朋友，我哋必須要有一記當頭棒喝嘅清醒。我哋睇下依家香港嘅後生仔女，每個人嘅生活壓力大到好似帶住個千斤枷鎖擔，佢哋每日做嘢要面對無止境嘅 OT， 份強積金扣完，交完層樓嘅供款，再應付完日常開支，每個月根本已經所剩無幾。他們每日喺出面為咗可食奔波勞碌，收工返到自己屋企嘅時候，其實成個人已經好似一條乾癟嘅海綿擔，連講多一句話嘅精力都冇晒。佢哋少咗打電話嚟，或者是放假無上嚟探你，絕對唔代表佢哋心入面冇你，唔代表佢哋不孝順。真正嘅原因係開於佢哋嘅生活本身已經被現實壓榨到精疲力竭。如果我哋一味坐喺屋企怨恨埋怨佢哋，冷落自己，除咗令仔女背負沉重嘅內疚感之外，亦都只會將兩代人之間嘅距離拉得更加遠。既然係淡，我們就要學識一套聰明嘅 HERE 自決哲學。呢個 HERE 唔係叫你自暴自棄、渾渾噩噩淡過日子，而是叫你將放在仔女身上嘅專注力收返返嚟，放落自己身上，好好去過自己嘅日子。當你學識做自己心靈嘅主人，一個人嘅時間一樣可以活得好精彩、好超。朝早一醒，就算冇人陪，我哋都可以自己慢條斯理淡行落樓下，去報紙檔買份報紙，然之後行入街角間老茶餐廳，點一杯最中意嘅熱奶茶或者凍檸茶，又或者行去酒樓，悠悠閒閒淡叫一盅兩件，慢慢品嘗每一啖點心嘅滋味。飲完茶之後，再順路行去附近嘅街市散下步，睇下啲新鮮嘅蔬菜魚肉，同熟悉嘅檔主、隔壁屋嘅街坊隨意搭霎兩句，傾下今日邊啲京菜最抵買，聽下街市裏面熱熱鬧鬧嘅叫賣聲。淡養一趟行落嚟，你會發覺原來世界依然好大，生活依然好有煙火氣，根本就冇時間留俾你去胡思亂想、悲天憫人。真正內心強大嘅同路人，應該係一種隨遇而安嘅心態。仔女有時間打電話嚟，或者帶埋孫仔上嚟屋企探我當然張開雙手，滿心歡喜淡去迎接。如果佢哋太忙無嚟，我亦都完全唔會感到失望或者失落，因為我一個人都可以將自己嘅生活打理得貼貼服服，依然可以一個人好精緻、好優雅淡過日子。只有當你割斷咗心靈上嗰條依附喺人哋身上嘅鋼絲，你先至可以真正體會到乜嘢叫做晚年嘅精神獨立。亦都只有具備咗呢種心靈上嘅自在同骨氣，喺嚟緊面對更加現實、更加敏感嘅銀紙問題嗰陣，我哋先至能夠保持一份定力，唔會輕易行錯步。談完心靈上面嘅獨立，我哋就要踩入一個更加現實，甚至好多人會覺得有少少敏感嘅話題。到了我哋呢個年紀，有兩件事係避無可避嘅。一件係身邊嘅銀紙，另外一件事就係生命嘅終點。喺易經入面，
萬事萬物講求一個分寸，識得喺適當嘅時候把握好斷同離，先至可以保住我哋福慧雙修嘅晚年。仲有一點，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嘅，就係要將自己嘅錢到最後一刻都牢牢淡握喺自己個手板心入面，千祈唔好過早交出屋企嘅財政大權。喺香港呢個咁現實嘅社會，冇銀紙喺手，簡直就係寸步難行。但係偏偏我哋呢班老友記，往往係全香港最容易破財、最容易落入圈套嘅一群人。點解會淡呢？其實不外乎兩個原因，一個係源於對仔女無私嘅愛，另一個就係貪圖市面上嗰啲包裝得好靚，號稱可以安穩代代收息嘅優厚養老投資項目。大家試下 check 下身邊嘅新聞，幾多辛辛苦苦做咗大半世打工仔，儲落一筆強積金同棺材本嘅老人家，就係因為聽咗啲所謂高回報嘅理財顧問講兩句，就以為為到個好正嘅發達機會，點知最後成副身家跌入個大伏入面，血本無歸。但係比起出面啲老千，最令人心痛、最無奈嘅，往往係嚟自自己最親嘅人。到了我哋呢個年紀，往往一聽到個仔話做生意虧本、爭人錢要破產，或者聽見個新抱女婿喺耳邊講埋啲好動聽、好溫柔嘅說話，話不如將層公屋轉名俾我哋，不如將屋企層樓賣咗，搬嚟同我哋一齊住，筆錢俾我哋幫你保管啦。我哋一動起慈祥嘅惻隱之心，心軟落嚟，就會糊裏糊塗淡，將自己儲咗幾十年嘅老本、銀行存摺，甚至連自己唯一可以遮風擋雨嘅屋企業權，通通雙手奉獻晒俾佢哋。各位朋友，咁樣做嘅結果會係點？我見過太多太多的例子，內裏往往都係一場悲劇。銀紙一出手，仔女拿到錢之後，起初可能仲會對你客客氣氣，但時間一耐，或者當佢哋自己都自身難保，忙緊搵食嘅時候，面色就完全變晒。更有甚者，錢又用晒，屋企又冇咗你個名，最後一腳將你踢去新界啲好殘舊、環境好差、服務質素好差嘅私營老人院度，由得你自生自滅。嗰種錢又冇、親情又碎裂嘅痛，簡直係生不如死。所以我哋一定要記住一個鐵一般嘅生存原則：信任同依賴完全係兩碼子嘅事。你可以100%去疼愛、去信任你嘅仔女，但你絕對不能夠將自己嘅生存底線完全交付出去。嗰張銀行提款卡、嗰本金邊存摺、屋企層樓嘅名，必須要自己一雙手死死守住，邊個嚟問都唔好鬆手。喺現實社會入面，手上有幾個先，你個人先至會有份底氣，先至會有個威嚴。你有錢得閒可以大方啖請仔女孫仔去飲茶啊，俾封利是班細路，大家高高興興。你有錢，身體有乜頭暈身熱，要睇私家醫生或者買啲補品老火湯料，都唔使低聲下氣去問仔女攞。記住啦，手裏面有銀紙，老人家喺屋企講嘢嘅聲音先至會有重量。呢個就係最現實嘅社會法則。講完錢，我哋仲有一點好緊要，同樣需要大智慧去面對嘅事，就係要學識喺安靜入面幫自己悄悄淡執拾好行李，為嗰場終將會到來嘅遠行做好準備。我知道喺我哋傳統嘅觀念入面，死呢個字簡直就係大忌中的大忌。好多同路人一聽到呢個字
就會覺得好唔吉利，好黑仔，甚至覺得仔女如果喺面前提就係不孝，咒緊自己。但係大家不妨冷靜落嚟諗下，人生自古誰無死？真正恐怖嘅絕對唔係生命走到盡頭嗰一刻，而是你走嘅時候毫無準備，結果留低咗一堆無法收拾嘅混亂同埋遺憾，俾嗰班留低喺屋企嘅人。大家睇下香港嘅居住環境，普遍屋企都係幾百尺，空間細到不得了。我哋好多老人家都有個習慣，活了大半世，乜嘢物品都唔捨得揼。幾十年前嘅舊報紙，晨早住唔落嘅舊衫，街市拿返嚟嘅膠袋，通通塞滿晒成個衣櫃同床底。如果我哋平日唔肯去面對，唔肯去清理，萬一有一日突然間撒手人寰，呢啲原本載滿回憶嘅物品，喺仔女眼入面就會一瞬間變成堆積如山，唔知點樣處理嘅垃圾，增加佢哋嘅負擔。更加糟糕嘅係，萬一涉及屋企層樓或者銀行入面剩低嘅少少銀紙，因為你生前冇交代清楚，無立好正式嘅意願書，仔女、新抱、女婿之間極之容易因為利益而起猜忌。你以為自己走咗之後，佢哋會相親相愛，現實往往係大家為咗爭多1萬幾千蚊，喺辦理後事嘅過程中當場翻臉，甚至鬧上法庭打官司，搞到本來好端端嘅一個屋企徹底變成咗仇人。咁樣嘅結局絕對唔係我哋想睇到嘅，亦都係一種極大嘅罪過。所以真正高尚有修養嘅文明做法，係趁住自己依家神志清醒，對腳仲行得走得嘅時候，默默站喺屋企進行一場斷捨離。每日花少少時間，打開自己個抽屉，將那些幾十年都冇用過嘅舊物品慢慢清理走，留低真正最精簡最有價值嘅物件。同時準備一本安安靜靜嘅小筆記簿，喺內裏用心地寫清楚自己嘅存款狀況，各個賬戶嘅密碼，以及萬一自己要走嘅時候，希望用乜嘢儀式去辦理後事。你將呢啲嘢安排得越井井有條，就等於留俾仔女最大嘅慈悲同平安。除去呢啲身外物嘅整理，更加緊要嘅係心靈上面嘅交代。我哋平日同仔女一齊坐低嗰陣，唔好再成日去嘮叨，抱怨佢哋以前做錯過啲乜嘢，亦唔好再提起那些陳年舊事嘅恩恩怨怨。到了我哋呢個年紀，最能夠令成個家庭得到解脫，得到圓滿嘅，其實只需要喺適當嘅時候釋懷淡，同仔女講出3句金石良言。第一句係多謝你，多謝佢哋趕得咁辛苦，都願意做你嘅仔女，帶俾你呢一生咁多為人父母嘅體驗。第二句係原諒我，坦白同佢哋講，以前後生嗰陣可能脾氣唔好，或者有邊處做得唔夠周全，等大家將心入面個結徹底解開。第三句係好好過你哋自己嘅日子，話俾佢哋知爸爸媽媽依家過得好安心，隨遇而安，你哋唔使有心理壓力，大膽放手去拼搏你哋自己嘅人生啦。呢3句話聽落好似好簡單，但力量大到可以幫全家人卸下心頭大石，等你嘅晚年活得毫無牽掛，真正做到自在同安詳啦。講咗咁多生活上嘅日常細節，我想同各位朋友再行深一步，用我哋老祖宗留落嚟嘅大智慧易經嚟深度拆解一下人生命運嘅規律。
其實呢，易經講嘅就係一套陰陽消長、順應自然嘅人生哲理。到了我哋呢個年紀，最緊要嘅係要明白生命嘅起承轉合都有佢嘅天道，盲目逆天而行只會傷到自己，唯有順應宇宙規律，先至可以真正做到福慧雙修，晚景安寧。喺易經64卦入面，第一個卦叫做坤卦，坤卦代表天，代表純陽，象徵一種永無休止、自強不息嘅剛猛力量。回想我哋後生嗰陣，30-40歲，為咗一頭家喺出面拼搏撲食，就好像坤卦入面最高速前進嘅飛龍蛋，每日坐地鐵、追巴士、捱夜 OT 都毫無怨言。嗰陣時我哋要賺銀紙，要掌握屋企嘅話事權，凡事都要自己話晒事，去操控身邊所有物件，安排所有人嘅命運。喺那個特定嘅人生階段，呢種凌厲嘅衝勁其實係好啱嘅。但係坤卦去到最高最盡嘅嗰一爻，有句好深奧，亦都好值得我哋玩味嘅爻辭，叫做亢龍有悔。乜嘢叫做亢龍？就係條龍飛得太過高，衝得太過頭，已經失去咗退路。到了我哋呢個年紀，行過咗75歲嘅關口，天道規律入面嘅陽氣其實正喺度慢慢收斂。如果我哋仲一味死死抱住以前嗰種強勢固執嘅掌控欲，喺屋企入面仲想繼續做個指手畫腳嘅太上皇，但就真係落入亢龍有悔嘅大伏入面啦。大家試下諗下，仔女依家都已經係幾十歲嘅打工仔，佢哋有自己嘅屋企，自己嘅工作方式。如果你仲天天喺度碎碎念，嫌棄個新抱買鞋買得貴，批評個仔返工唔識做人，連孫仔點樣 keep fit， 點樣教導你都要插手管埋一份。你管得越多，班後生就只會覺得同你一齊好大壓力，甚至會對你敬而遠之。你越想彰顯自己嘅權威，換返嚟嘅往往只係家庭關係嘅決裂。這種盲目嘅執住喺易經眼入面，就是將原本好好嘅晚年家運活生生逆轉成一場空笑。仲有一點，真正通透嘅老人家必定知天命，識得喺陽氣到頂嘅時候優雅淡向後退一步，隨遇而安，將生活嘅主導權安安靜靜淡交返俾下一代啦。另外一件事，既然坤卦嘅陽剛之氣要慢慢退位，但我哋就需要將生命嘅重心轉移去易經入面嘅第二個卦坤卦。坤卦代表地，代表純陰，象徵一種溫柔、順從、無私包容嘅大地力量。坤卦最屈機、最精妙嘅地方，就在於古人所講嘅地勢坤，厚德載物。大地係乜嘢樣嘅？佢永遠都係安安靜靜淡躺喺我哋腳底，默默無聞，淡承載住世間嘅萬物。無論人類喺地上面起幾高嘅豪宅公屋，或者踩到佢幾咁污糟，大地都從來唔會發出一聲埋怨，依然用最厚實、最寬廣嘅胸懷去滋養萬物。到了我哋呢個年紀，真正令人佩服嘅修行，就係要將自己活得好似一塊溫暖嘅大地。正如我哋前面傾過，要好好保重身體，避免跌親，同埋要拿穩自己嘅銀紙，唔好隨便俾出屋企嘅業權。呢啲好實用嘅日常習慣，如果從易經嘅高層次角度嚟睇，其實就係默默淡幫自己累積緊一份厚德。你身體結實，可以自己搭地鐵、行街市，唔使仔女請假，捱夜嚟貼身照顧你。
你個荷包有錢，唔使成為後輩財政上嘅沉重包袱。呢種不添麻煩、自給自足嘅狀態，本身就是一種極大嘅慈悲，是在幫整個家族積福積德，絕對唔會無端端製造任何業障。當你內心嗰塊大地變得越來越厚實、越來越穩重嘅時候，你就會 feel 到一種前所未前嘅淡定同自在。面對屋企嘅瑣碎雜事，與清像以前淡為咗少少唔順眼就大發雷霆、厲厲聲大罵，不如多點保持沉默，用一種溫柔而通透嘅微笑去接納一切。各位同路人，老人家嗰種帶着智慧嘅沉默，往往比無休止嘅責備更加有一種無形嘅威嚴。當仔女在外邊忙緊搵食，受盡委屈，返到屋企，睇到你安安靜靜、氣定神閒，淡喺度品嘗杯熱茶，佢哋內心嗰種焦慮同疲憊，都會瞬間被你呢種穩重嘅大地力量所承托、所治癒。這種無聲勝有聲嘅境界，先至是真正能夠扭轉家運風水，達到家和萬事興嘅最高智慧啦。仲有一點好重要嘅生活習慣，我好想同大家分享，就係無論活到幾多歲，每日都要留返一啲嘢俾自己去學習。廣東人成日講活到老，學到老，到咗我哋呢個年紀，呢句話真係一啲都冇錯。老實講，依家行喺香港條街度，科技進步得太過屈機，太過迅速，有時真係會令我哋呢班老友記 feel 到好大壓力，好無助。好多同路人內心深處最大嘅恐懼，其實就係驚自己同呢個時代斷絕聯繫。出門去茶餐廳食個外賣，人哋叫你用部智能電話 scan 嗰個二維碼嚟落單，身體有啲頭暈身熱，想去政府診所睇個醫生，點知去到先至知，依家要用電話 app 嚟做網上預約、預先登記，甚至連搭地鐵買張車票，身邊啲後生仔女一個二個攞住部電話，嘟一聲就過閘。面對呢啲冷冰冰嘅熒幕，有時心入面真係會湧起一陣莫名嘅自卑，覺得自己好似變咗做個與世隔絕嘅原始人膽，顯得無所適從。到了我哋呢個年紀，我哋所講嘅學習絕對唔係好似以前後生讀書嗰陣膽，要去同人哋爭分數，考個乜嘢沙紙文憑。我哋依家嘅學習單純係為咗等自己個腦袋保持運作，唔好咁輕易生鏽。其實好簡單啫，只要保持一份對世界嘅好奇心，你個人就永遠唔會真正老去。譬如話唔好怕羞，大方啖叫身邊嘅後生仔或者街坊教你點樣撳幾下部智能電話，點樣用個新嘅 app 嚟睇新聞或者 check 下天氣。下午茶時間靜靜地坐喺屋企，慢條斯理淡讀一本好書，溫習一找以前中意嘅古詩詞，品味內裏嘅人生哲理。又或者上網睇片，學一兩個簡單嘅中醫穴位按摩，得閒幫自己撳下腳，揼下條腰。只要你個心仲肯去接觸新鮮嘅物品、新鮮嘅知識，嗰種心靈上面嘅生命力就能夠幫你抵抗歲月嘅侵蝕。行過咗呢5個生活習慣，我真係好想同各位朋友講一句真心話：75歲之後嘅人生絕對唔係乜嘢日落西山、凄凄慘、慘淡等天黑嘅黃昏時段。相反，呢個階段係我哋生命入面最精緻、最成熟，亦都係最具品格嘅黃金時代。我哋大半世人為咗仔女，為咗伙食奔波勞碌，
依家好不容易卸下咗所有嘅重擔，終於可以安安靜靜隨遇而安淡，為自己活一次。只要我哋身體住得穩，個荷包有錢，心境保持自在，淡養嘅晚年簡直比任何人都要活得優雅，都要活得有骨氣。各位同路人，聽完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心底話，唔好就淡聽完就算數啦。今日就等我哋一齊喺呢度同自己立下一個莊嚴嘅承諾，請大家依家動一動手指，喺下面嘅留言區入面留低腳字走或者錢字留呢兩句說話嘅其中一句，當作係俾自己未來人生嘅一張護身符。如果你 feel 到今日呢番話真係有觸動到你，亦都請你動動手指，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 WhatsApp 或者 WeChat 入面嗰班一齊行緊呢條人生路嘅老友記，等大家都可以福慧雙收，齊齊用最瀟灑、最有尊嚴嘅姿態，踏踏實實淡行好我哋人生嘅每一步啦。